三宝当中呢，佛是皈依的老师，所以他教授是如何取舍。那三宝呢，也就是这些圣者们呢，他们是皈依的主板，能够帮助我们。那不过呢，真正的皈依呢，正皈依呢是法宝，就是业力的道路。请大家呢就是谨记在心中。那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？皈依也是归头依靠。要归头依靠三宝，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三个血统感到害怕及恐惧，所以由此我们要去寻找救护。所以从内心的真实升起皈依呢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这叫做全部做给那干部他妈的干部这个呢，三天了全做不了一件事情，就那三天了全做完这。三天了全拿多呢，2万几是干部多的这里，这年纪